那时候就得奖，隔一年就发片了，再隔一年，图腾乐团就入围金曲奖，有没有抢啊？但是没有得奖啊，很有没得奖，一定要熬3年就可以了，熬3次。那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有信心，对自己在做母语创作这件事情，一直到现在，今年发了自己首张的母语的专辑，这样很感谢很多人的帮忙。然后这几年，我觉得因为一直在部落里面付出，然后让我学习到很多这样，就每年都会，其实讲简单，就是每年都会回去带我们部落的马嘎鲁麦，就是年轻人、青少年，然后带他们去做一些传统的事情，就是活动，像是撒网啊，或者是像女生的话就是煮菜嘛，煮一些原住民的菜一样。我希望有一天就可以看到，就是原住民的文化真的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是被大家喜欢的，对，去接受的。就是现在大家都会吃山蔬嘛，海产店有没有？对啊，夜市还买得到那个原住民烤肉。啊，但是原住民的美食不是只有这样子，印象比较深刻就是那时候我去了纽西兰有毛利人有没有？他们全国就是他们用毛利的这个文化代表他们的国家。毛利人在纽西兰也是40万人口，跟台湾很像。然后他们只有一族，就是毛利族这样。然后当然整个纽西兰只有300万人口，所以原住民比例还算高这样子。但是他们把这个毛利的文化推行到，就是他们国家的语言还有毛利语。高速公路除了英文以外，还有毛利的那个标识。然后高中课本的化学课本、数学课本有毛利语的版本。哇，我觉得好酷哦！哇，哪一天我教数学用阿美族的话来教数学，我不知道那个怎么想象，因为我们没有个十百千万嘛。对啊，原住民的数学没有很好，就是这样子。啊，然后我在想象这件事情，那文化的东西更不用讲，就整个视觉啊。然后今年更特殊，今年跑去加拿大，然后加拿大办今年的冬季奥运。冬季奥运就是全部都用原住民的形象，包括他们奥运的 logo 跟奥运的表演，全部都用加拿大的原住民的形象。加拿大的原住民更少啊，可是他们国家就很懂得去用文化这件事情代表他们国家。然后我觉得应该也是有机会可以这样做的，这是我的想象。已经有一个观音的阿公了嘛，虽然他阿公去世了，但是还有我嘛，还有很多人，还有陈俊年大哥啊，纪晓君姐姐啊，对啊，还有很多的，我相信很多人在付出这件事情。我要唱什么歌曲？好，唱，这样会不会很闷？好了，当然我觉得推行原住民母语可能有些困难。我常常告诉我的听众朋友，就是你们听阿美族的话，就当做听法文一样。就刚才听了很多，对不对？我想说试试看大家比较熟悉的，我唱一首，可能大家会比较喜欢的一首歌，有听过的。这是我仰慕很久的朋友，他也是偶像张悬，他的一首歌叫《宝贝》，有没有听过？会唱一起唱好不好？然后我待会唱阿美族语版本的。哦，拍这个可以，但是前面要写张悬对不起。我的宝贝，给你一点点甜，让你整夜都好眠。我的小鬼，逗逗你的眉眼，让你喜欢这世界。哎呀呀呀呀呀，我的宝贝，倦的时候有个人陪。哎呀呀呀呀呀，我的宝贝，让你知道你最美。阿美族的马古娃娃娃娃，萨卡达瓦达瓦，哎呀阿米古德，马古沙巴沙巴，印第安
笑。